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今仔日无要管立法院，无要管传播，要来看咱顶头这几盘牛奶。在今年的1月1号，纽西兰的牛奶开始零关税，但是介绍同款，敢若在地。消费者问讲啊，这是倒位出问题？佮再问，台湾的牛奶为何无法度来降价？今仔日4位专家斗阵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台大動物科學技術系名譽教授徐志泰。主持人你好。那麼第二位，桃園市飼牛協會理事長，也是獸醫董家琪。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中華民國漁業協會秘書長彭清泉。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屏東萬丹飼牛的牛農郭信宏。主持人好，大家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來關心紐西蘭進口的牛奶，今年開始零關稅進口，不過去到店內卻無法度買較俗，就有消費者質疑講啊，俗的牛奶佇倒位？天氣豆豆變熱，袂少民眾愛啉冰牛奶。毋過去到店內看，牛奶一罐比一罐較貴。預計台紐經濟合作協定今年開始全面生效，較俗的紐西蘭進口奶會當零關稅進口，一公升也是愛120塊。專家分析，通路市場會就價費、零關稅價差，完互進口商賺去。飲品廠一邊引進進口奶，要求用俗價買落農產品，互國內酪農造成真大壓力。紐西蘭這個牛乳零關稅的這個議題啊，勢必會打擊甚至打垮本土的酪農啊，可能會衍生出新的家庭問題，甚至社會問題。雖然政府有10檔的準備要降低生產成本，但是也是無夠。為了有市場區價，行政院宣布未來進口液態奶，敢若會當號名牛奶。啊，若國內牛奶嘛必須愛摕到青奶標章 ，CIS 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產銷履歷，才會當標示青奶。是要幫助酪農產業，好要提升國產鮮乳標章的位階，也可以避免消費者誤解，這樣的方式最能夠幫助酪農。會計頂頭日本進口的奶品直接標示日本牛奶，未來根據新規定，進口液態奶攏愛像安尼標示牛奶。另外，針對零飲品，若是使用瓶裝奶，就愛標示做還原奶。行政院規劃新規定會予業者1年的時間，明年7月開始正式生效。記者綜合報道。觀眾朋友吼，他拄仔你看這新聞大，其實你敢若看到牛奶的一角啊爾。其實吼，這眉眉角角足濟啊。這在座4位吼，有的業者，有的獸醫，有的是吼研究一世人吼，這2位專家攏佇遮。內面吼，還佫真濟代誌。首先吼，要先互大家來了解講，咱其實吼，大家應該攏知影，種外國人咧飼牛的時陣，伊成本較低。先簡單講，伊要食草吼，人伊凊彩步步的就有啦。咱就愛進口，咱家己的草就飼無去。所以你看這個圖表，紐西蘭吼，你頭一層你就看青奶的收港的這個均價，台灣26.12，美國15.76，紐西蘭14.5，啊，這就差啊一個天一個地咯。但是入來了後，觀眾朋友啊，你來看這罐吼，這紐西蘭來的，這冰的哦，吼，互你藥啊，這罐吼，這咱在地吼，你若有較捌的，你就知，這罐吼936毛，88塊，這罐呢1000毛，119塊，老師，這是安怎遮貴？應該是看起收港的這價錢，應該伊較俗啊。安怎來講？因為因頂懸的標示，伊是青奶、生奶，參咱國內攏相共用迄個生奶這2字，啊伊嘛是放咧冰庫內底、冰箱內底，
啊，消费者看到生冷，伊就感觉小共物件，啊，小共物件伊成本低，伊甲卖小共价数，会当加赚就加赚啊。哦，所以伊若卖价，电都会用嫌哦。对啊，人会怀疑讲啊，这敢是咱讲？你在套诶？人会嫌疑啊，会烦恼讲，这品质有问题无安尼？这人咧过去咧讲台湾人哦，歹价就是安尼。现在互你较俗的去卖，所以伊价数拢停伫遐。但是这顶头吼，内面一个微微角角，小咱遮来陆陆续续来请教几位先辈啦吼。老师，咱的即个青林除了咱的生产的结构吼，我也知影讲，老师也有接受即个访问讲，其实咱吼，若是即个食草爱进口较贵。贵伫倒位？贵伫通路，是毋是安尼讲？应该参通路嘛是有关系啦。啊，咱是伫国内差不多一罐冷的价数，差不多1/3拢伫通路的费用顶面。1/3。哇！啊，种叫通路赚去。伊有赚无？迄个因家己来回答啊。哦，就是讲我放一个冰柜啊、冰橱啊，互你放。对。啊，但是我知影有的通路，所以咱来问即个饭前摆啦吼。即人个通路吼，尤其恁咧业者，恁就知影，人有的通路吼，互你寄卖，啊有的通路无咯，你来卖长，我甲你卖长，啊你也寄卖吼，你家己若卖出去，你也家己收转去，也有即种的，吼。但是我要先问。当医师啦，吼，咱台湾安尼看起，到底有适合台湾饲牛无？其实吼，即马台湾饲牛的技术吼，已经甲欧美这些乳业大国比起来吼，完全是袂输势啦。哈，嘿，啊，不管是咱对咱的环境的改善，吼，啊，对迄个营养的追求，咱已经拢是世界上数一数二啊，吼。所以讲吼，饲牛的技术伫台湾来讲，已经完全会当克服先天条件的困难的。所以以环境啊，甲咱的技术来讲，无问题。无问题。只是成本较悬。吼啊，不过你会当比一下例，还是举一个例吼，互观众朋友知影讲，咱消费者咧食咱在地牛奶吼，优势在哪里？我节目进前我有甲你问哦，讲迄磷盐吼，磷盐呐。哦，发炎的这个指数，咱的标准比外国比起来，咱是较严格，是安尼讲吗？是，咱对牛奶吼，伊的内底有一个发炎的细胞叫做体细胞。好，嘿，体细胞伊是一个你牛奶的品质的一个标准。啊，这体细胞是愈加愈好。啊，嘿，啊，咱台湾的要求是30万以下。啊，美国咧？美国的。无遐尼啊要求啊！我知影，我查资料，美国是60万啊。哦，啊，所以咱这个 A 级来到咱台湾，迄都无法度比，嘿，无值啊，嘿，无法格，嘿，哦，所以啊，而且咱的这个牛只的这个产量，其实是应该是东南亚热带上高生咯。嘿，咱即马平均产量拢已经是要接近30公斤啊。一日，嘿，一日一只牛，一只牛，30公斤，嘿，要接近30公斤。哇，恁遮真够饲，但是饲到安尼吼，变甲尤其冬季的时阵，大家拢无爱食牛奶的。对。啊，冬季的时阵，小咱遮来问你吼，我要请教饭先摆吼，你认为即马即个消费者吼，大家看讲啊，即个纽西兰是纽西兰的即个牛奶吼，对咱台湾消费者无吸引力。还是讲无，即慢慢啊落，慢慢啊一步一步亲门大户入来，互你踏入死亡的界线。因为我看即个大型的卖场内面吼，迄纽西兰的，我有去甲问过呢，人去纽西兰的即个牛奶吼，已经占一半去安尼。嘛，真侪人要买迄个上面的，买迄个上面的，先摆。是啦，其实纽西兰伫咱台湾上市的这牛奶吼。伊的广告真大啦！啊，你看伊好山好水啦，哦，啊，就是这个草原内底
放牧的这个形态吼，互消费者感觉讲印象真好。所以你甲拄仔你讲，伊有100外箍，就是伊的广告效果嘛。到底伊消偌济，我是唔知影啦。哦，这是因的商业秘密啦。但是广告会当来吸引这个消费者的买物件的行为，这是有影真重要。但是咱台湾这个牛奶实在讲是广告真少啦，所以甲拄仔董医师有咧讲伊讲，咱台湾的牛奶的这个成分，其实咱的成分，不管是蛋白质啦，还是脂肪，你今仔日摕钱就是买这个重要的这个蛋白质甲脂肪嘛。啊是。哦，咱的这个甲拄仔咧讲的体细胞数实在是足够。咱台湾是讲逐只牛啊，逐个月就咧检查咧。以我的资料我所看过，咱平均差不多有几千个尔咧。你甲拄仔讲，为了50万，几千啊！咱30万以下就是叫做，唔是讲优等的这个牛奶啊。爱拍落去做牛肉汤啊！所以咱台湾的这个竞争力实在是强的强伫遮啦。你甲拄仔咧讲，是毋是有适合饲牛无？但是咱台湾民族的这个竞争力，就是伫这个所在，唔是干咱台积电尔呢。台湾的牛奶实在讲是了不起的。哦，你讲到我买牛肉翘起来。哦，这属实的。但是如何要来有这个竞争力吼？你像这个贵老板啊吼，伊少年人爱拍拼啊，饲。我甲观众朋友小解一下，贵老板吼，会使讲是台湾这饲牛内面，应该唔是头班的，就是第2班的吼，开始在牛的身躯顶头爱创这个感测器。吼，会当做科学的饲养，这种科学的饲养，吼，会当使得你有这个数字，通互观众朋友了解哦。这科学的饲养，吼，有当互这个牛的这个产量，吼，牛奶的产量提高偌济，啊，佫较偌健康，安怎一个比例？其实我开始当爱饲牛的时阵，吼，这个感测器有无，拢是新的物件，像会做遥远的物件，结果。过1-2年以后开始出来，我就开始使用啊。迄是毋是以色列来的？一开始是以色列来的，啊，过到尾个荷兰的伊的这电子耳表，伊24小时会使做伊的健康的监测，吼，啊，再看伊有啥物，伊食饱有正常无，啊，有咧活动无，啊，这有啥物好处？因为阮对牛啊的这个重视啊，阮会搁配合阮的兽医团队，伊嘛是会使接这个系统来看，随时咧看，啊。啊，有啥物感觉问题，因隔工就拢会随到牧场来做处理，所以对牛的照顾，阮是一直用这个心力来照顾这个牛的健康的部分。但是啊，你安尼成本敢会提足悬？一个耳表啦吼，成本头7-8千块啊，吼，啊，伊头用5年，就爱。所以，迄毋是大，迄毋是细汉囡仔会当耍的物件呢。迄大人耍的物件呢？啊，这牛的健康，阮就是重视这个部分。阮你的牧场才有几只牛？阮总头只数头200只，大细只。你这毋是算大型的啊？无大型。哇！啊，这本钱真粗啦，个下下落去。因为我感觉爱对牛啊，才好，因为我互牛啊饲大的。哦，这是你的心啦，但是你敢有建议讲，大家拢安尼？因为这应该看起来有一个经济规模，才通来投入这种物件咯。其实，与阮即摆熟悉的路农朋友，介侪已经拢有即个想法，要互牛啊愈来愈好，啊，因会甘愿，阮也愿意开即个钱来投资者，来互牛啊饲啊愈好。有即摆伊即个趋势是有诶。安刷了，我来问你一个真严肃的问题哦。你感觉你安尼一直投资吼，是无得深坑，还是讲看到一个光明的未来啊？饲牛啊！因为我刚才想到讲吼，寒天的时阵叫大家啊，赶紧食牛奶哦，创啥？我替恁咧烦恼咧。虽然我是安尼食米粉发烧啦。其实吼，这真正是讲实在啦吼，对2年前。你讲咧目屎流，目屎滴。嘿啦，因为主要是吼，这个进口这个压力吼，因为阮虽然家做品牌，我嘛是爱一部分交哦大入面厂，啊一部分家己扭出来家做家己的品牌，因即摆也袂迄能力讲哦，全部拢来拢家己来做，啊这就迄个牧场经营到迄个压力讲，到底入面厂也卖不好，我嘛是
阮牧场经营出问题，因为阮的冷，阮的就无收入啊。无对，嘿，对，就这最大的问题。所以阮迄阵会讲会去投资啊，想要做品牌，就是希望这个部分的影响会使卖遮大。机会啊，阮来家己创造阮家己的机会啊，品牌做出来。即我先来问彭前辈吼，你认为台湾的鹿茸吼，到底是有光明的未来，还是无底深坑啊？是，其实你谈这个问题，就是讲，咱台湾的鹿茸有迄个竞争力无啦，吼，所以你甲拄有谈起讲，像伊的牛场设备遐尼济，啊，对牛啊，佮照顾遐尼好，平伊后生佮较好哦。伊的牛啊是咧困，是伊摆命哦。真正咧，伊的牛啊是咧困迄个席梦思的迄个牛床咧。你看对牛啊照顾遐好。但是牛仔是毋是有反映，互伊了解无？互主人了解无？有啊，伊个牛奶甲拄我讲，一只牛仔一工30公斤的奶出来啊。甲较早一只牛仔10公斤、15公斤，迄个效率就出来。所以你有投入，当然有迄个产值出来嘛。这就是讲鹿茸今年为什么敢去投入，这是一个足重要的问题。伊若无这个产地的时阵，无必要投入风险拢是在商言商啦。是。咱毕竟爱看讲，你有这规模、有数量、有量，啊，有值得做无？啊，其实台湾咱讲实在吼，即卖平均的这个农民吼，平均差不多伫咧250只、300只这中间，是这个正适合咱台湾经营的规模啦。因为咱台湾的人讲是歹请。所以几乎像这个300只左右啊，200万，这是家庭式的。啊，其实咱农业就是家庭式，才有伊的竞争力啦。你若完全拢去工业化的，拢全部拢请人，迄个照顾的程度是无共啊。你讲像牛啊一只，嗨一声，伊随走去牛场啦。像我较古早咧饲猪哦，我生一个查某囝。阮查某囝咧哭，我无咧甲照顾呢。迄猪仔改一声，我走去农场。哇！你叫你阮太太讲，你的女儿不足那一头猪啊，对啊，猪仔是我的生产的这个工具啊，我一定要照顾伊啊。囡仔吼一声不要紧嘛，但毋是巴肚枵，就是。恁这做农的人拢足农。这是咱台湾农民的精神呢。所以我讲台湾农民伟大就伟大伫遮啦。啊，讲到底，这规模。无一定爱大，你的意思是安尼？是咯，合好伊的这个经济规模就好啊。啊，那如果那即罐吼，是以后互你食掉了后，我若讲安尼啦，互你食掉了后，伊甲你对119块，甲你降到70几块，吼，啊，这安尼要安怎？但是你要了解讲哦，这个进口冷甲台湾的生产冷，这个中间差一个第。伊是毋是新鲜度有咱像咱台湾无？咱台湾是早起电冷哦，中昼冷车就来早起工厂啊。下晡就是遐伫遐咧消毒装罐啊。明仔早起5、6点就已经甲全省的卖店啊，从产地甲你的餐桌12点钟啦，好啦，你进口来咧，进口来伊本身伫国家内底，因的生产。前摆听讲，因这有的进口是用迄个冰格转来。哦，迄是另外叫做浓缩冰砖奶。哈，即马你讲的，这个是一罐一罐的，叫做因的 ESL 奶。吼，这是一个无共。我较等甲报告资料你了解。我即马先讲你一罐冷啦。这罐冷伫伊纽西兰生产，干咱内陆运输都要2-3工，来码头等下单船嘛要1-2工。迄个船啊，驶来到台湾要半个月无？来到台湾要报关，搁通仓，搁来到。你的卖场，这头尾要去掉1个月啊！1个月，甲你12点钟的这个新鲜度要哪比？这个新鲜度有影响到品质偌济，我相信教授上了解啦。这较定咱来请教授来讲。所以讲，这个中间咱台湾优势就是新鲜。台湾为什么会这么紧呢？敢若现捞啊，对现捞啊，咱个讲新鲜鲜来就是伫遮嘛。所以咱要坚持讲，咱要叫鲜哩，你这袂使叫鲜哩。所以阮为什么一直在甲卫福部，包括咱行政院咧讲，咱台湾的既然是遮尔新鲜的鲜冷，你甲外国来迄个70工、90工的保存期间，迄那是叫做鲜冷，一定要有区隔啦。
咱真侪消费者其实无了解遮清楚，伊嘛是即马目前伊还搁写先令哦。当然。哦，未来我相信这都你无讲我就来写。伊嘛是要写先令啦，这就是完全无共的竞争嘛，无不平等的。但是人真出面的，前摆你无讲的时阵吼，我互阮的同事啉吼，伊无一定啉得出来呢。是哦，是哦，是哦。敢若伊个完全甲目睭甲扎起来吼，互伊啉吼，伊目啉啊蒙蒙渺渺呢。你要拯救消费袂好。我甲你介绍讲，你即马甲拄仔咧讲的进口令就是 ESL 来啦。伊就是 extended 长效严重的。延长的牛奶 storage 啊，这都唔是咱的先令啦。所以我相信消费者，咱安尼讲伊会了解啦。你哪有可能讲我去买一罐，迄个30缸、40缸、50缸、70缸的牛奶，平平100块，甚至伊搁较贵，这是完全无同啊。消费者我相信伊也了解了伊的无同的选择。咱爱甲观众朋友讲哦，咱毋是挑工咧啊，讲伊这歹，是，爱讲事实。是事实。所以我爱先问这个张医师吼，就营养度来看，伊的消毒拢差不多，若是要外国进口，伊消毒应该爱120度以上吧？这种 ESL 奶拢130几度以上啊？130几度，啊，拢差爱几秒？20秒。超过20秒以上，啊，袂变质。伊的目的就是讲，爱内底的细菌数量完全拢无，愈少愈好，伊才袂变质嘛。这是以高温长时间杀菌的目的。啊，有一种讲法就是讲吼，因为这120度的顶下这个卡刀啊吼，真个甲煮起来吼，这味吼。会煮啊，敢若迄个梅纳反应啊，小可甜甜啦，吼，啊，小臭哒安尼，但是无一定讲真臭哒啦。啊，这对人体还是营养看起来，你做一个兽医看起来，应该是安尼讲啊，吼，因为咱啉生理就是爱伊的内底营养成分嘛，啊，营养成分的确会因为迄个加热的温度愈悬，伊会流失会愈侪，所以讲咱。是希望讲吼，国产鲜奶伊的价值就是伫讲，我毋是足悬的温度去灭菌、去杀菌，嘿，啊，我会当保留搁较侪营养成分。歹势，郭老板，恁的奶拢是超几度？阮呢，即摆杀菌温度头伫90度左右。90度，哦，所以有的是90度。因为伊内底有足侪免疫球蛋白啊，嘿，伊温度愈悬吼，伊的免疫球蛋白流失会愈侪。哦。啊，但是啉起来口感，温度较悬，你就会当像主持人拄仔讲的梅纳反应，迄个胖胖的烘肉，迄个胖胖的米粒。所以广告顶头个浓醇胖，啊，就是这3字啦。齐老师咧笑啦，就是红骗，迄戆骗唔知，齐老师你伫安说明白。因为咱台湾较古早时嘛。生奶较无较普遍，较侪就是补救奶。啊，补救奶啉起来就是迄个臭火大味较重。啊，即个本来伊内底迄个乳糖、凝糖，伊也加温了后，伊会变另外一种或者乳果糖。啊，这乳果糖物件较甜。啊，所以咱也准会当甲消费者去甲提醒，甲讲你要安分别讲进口奶参咱台湾的生奶。主持人你头拄仔讲的两点上重要，你着爱去找迄个臭火大味有较明显的，啊第二有较甜无，啊你要找着即2项，啊这就是较高温的，较高温较活迄个保久奶，啊就是进口奶就差不多即种的味。啊，即摆你也无，头拄仔恁有去采访行政院，伊讲爱进口的，因为迄场生奶无共款的物件，所以以后伊袂当用生奶即2字去标示。啊，即摆消费者只要去试即个进口的物件，参咱的生奶，我安尼讲啦。头拄仔主持人，你烦恼讲后摆伊也降价到70块，还是讲60块，啊要安怎？
咱即马就来问消费者讲，啊，你愿意开偌济钱去买迄个保久冷？你要开偌济钱去买成冷？因为咱即马消费者慢慢进步，拢知影讲成冷伊价数较悬，啊，保久冷的价数较歹，所以咱即马阵消费者阵会当看清即点。你甲进口的冷，甲当做较活迄个保久冷，所以伊俗，伊的生产成本确实有较低，无毋对。啊，伊较俗，因为伊这加温的杀菌的条件无共款，啊，所以伊较活迄个保久冷，啊，所以卖较俗不要紧啊。啊，即啊变做是你要买国内保久冷，还是你要买进口保久冷，不要紧啊。啊，不过袂使甲当作是成冷安尼来做一个标示。对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吼，他早一开始徐老师你就讲啊，通路占了强要40%去。这吼，我先卖问你，我先问郭老板，你通路你饲甲安尼会过几月份？通路甲你占40%，你会甘愿无？应该来讲，所以一开始因为以阮的规模，阮根本无法度想讲吼，你卖有钱啦，做迄个通路，而且嘛无迄量的做。所以结果阮是以去家己开家己饮料店的市场迄个方式去来拓充家己的通路安尼方式来做。因为迄个40%，阮真正是无法度。40%，你感觉是有合理啊，无合理？小咱问前摆啦，你先讲。我感觉较悬啦。因为整个规个有法度吼，是这利润看法度个共享啊，安尼消费者嘛有法度享受到较合理的价钱。因为通路伊就讲哦，我就爱冷链啊，啊我开价，我一日趟天就是冷气爱轰叫啊，啊而且你搁来价卖，你价卖我搁甲你行转去，啊创啥？啊你无你。但有诶是卖断啦，啊有诶是价卖哦，有诶价卖佫无爱插伊哦。本身卖，这通路收40%，因为我问过公平会诶相关诶人士啦，伊讲吼，阮袂当对价数来讲啥物，但是阮会当去查察即个随滴诶，即个过程当中是毋是有合理啊？啊，若照你诶经验来看，其实咱即个物件，咱就是讲整个牛奶诶。即个规条线，咱甲拆开3个单位来讲啦吼，就讲鹿农所生产的叫做青奶，即个青奶呢一年套单平均测差不多33块啦。在因来讲，即个33块交互工厂啦，因技术赚的毛利了不起10%啦，但是净利我看剩无5%啦。安尼才偌济钱？好，即个30块。33块的净利，才是30多块的5%尔。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工厂收入了，加工，明仔再去送去到卖场。这差不多12点钟尔。伊即只牛爱饲2年哦，才有遐物件。好，这工厂即嘛是12点钟就来到通路啊。伊今仔日按33块，甲变65块卖互通路。这中间到底伊成本我无了解啦，我无了解，伊毛利、净利偌济我无了解。即摆来个通路65块退掉来个卖90块、100块，这个因的利润偌济，我嘛无了解。所以依照规条通路安尼甲看起来，农民不过33块的净利5%，甲中间还佫有2个阶段，到底迄利润偌济？我相信这大家当去。另外一个时间来讨论啦，甚至来由消费者也好，还是政府单位共同来了解这个情况。有诶通路种硬呢。我相信这个所有的产品是安尼啦，无通路做啥物生意，通路就是王道嘛，对不对？但是咱认为讲通路是王道是无毋对，但是毋通伤过吼，这个利润伤过悬啦。所以牛奶这条路线来讲起来，爱大家共享利润，毋是甲拄仔我讲的讲3阶段来各自谈自己利润。这我相信无公平。两个家母拢甲太死。
我相信这个是会当另外一个时间一个题目来讨论这个问题啦。那么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什么问题呢？牵涉你甲我消费者的立场嘛。敢毋是安尼？为什么咱？我当然希望愈少愈好咯。所以咱台湾你看，30外块变90块，这个比例是1:3，对不对？伫外国呢，是不是因为比例是1:2，甚至1:2.5？咱嘛是一个感觉较悬啦。所以这个问题会当达到大家社会的讨论。先摆你讲啊，真保守啦吼。但是我要问这当医师吼，因为你也咧看有你来治，你来医疗吼，你来看，咱台湾除了技术上有当克服以外，咱的人的这品质嘛是应该是真 OK 啦吼。有适合在当季的时阵做RIS这种物件无？啊是安怎？以你的观察是安怎？真少的这个鹿茸会导致这做RIS甲其他的加工品。其实台湾吼，即马市面上嘛是有做侪进口的起司，进口的起司因大部分拢是咱讲的熟成起司。熟成起司伫外国是产量是做大，进口来台湾。台湾本土的若是做熟成起司，你的价销上可能无法度甲伊竞争。所以讲台湾爱发展的一定都是新鲜的起司。新鲜的起司就是讲，我今日做，今日就会当食的迄种，唔免经过熟成的。这种起司才有竞争力。伊年轻甲捡起来，就当食迄种。系啊，会当入菜啊，吼。那像迄个 Burrata 起司迄种。是。Ricotta 起司迄种。这是林州来行的。这郭老板，恁就会当试看卖，还是讲你无法度，你即摆这个都顾袂赴啊？恁这了解，因为吼，即摆阮咧拍这个通路，其实爱多方面去拍。这其实这嘛是做专业的迄个我的技术啊，因为顶工都要办一个研讨会嘛。其实这其实是嘛做专业的。你要真正做干咧，你嘛是爱投入足侪的人和技术。你讲真正这个工课，我顶个嘛去研讨，我感觉是会使一群人做伙来做。你讲像阮这个企业，阮咧以细汉就是安尼做起来，其实讲有迄个能力跟人的资源来做这个工课无吼，即嘛是佫无法度。佫无法吼，所以这嘛是爱牵涉到商业的规模嘛。但是就你的观察，尤其你所在是伫桃园，咱桃园的鹿茸，敢有可能讲咱这班的产销班，咱夹起来，还是讲嘛？甲你讲吼，我逐工去这间吼，迄间吼，逐工咧对赛，我就舞袂去啊，无法度，这拢是理想啊，嘿啊，因为吼，咱嘛是爱对即马市场的现况来看啦吼，即马市场需要恁的时阵。咱鹿茸家己生产的恁，都一定爱交互恁品厂嘛，都要交互恁品厂啊。你无多余的恁会当家己做加工品。那冬天呢？冬天的时阵，其实吼，咱鹿茸有做一个产季的调节。冬天的时阵，咱牛仔出的恁会较少。会休困，会下课。毋是讲休困啦，就是讲你牧场内底，你有出恁的牛会较少。就是先互伊下课休息嘛。像这种来调节的，但是像齐老师吼，你观察咱遮久了吼，咱不管牛，因为牛恁敢若毋是米嘛，人讲米是这个国家建备的这个条件，但是我感觉牛恁应该某种程度嘛是的，像阮兜吼，我这罐阮兜摕来，我不是吼，就放2箱伫个啦，我叫万不离是安怎？我拢捡2罐。老师，你敢有提倡这种观念的？应该是讲有啦。每一个较进步的国家，因拢会去保护这个农业，因为这个农业有关系到咱国民的健康。我举例来讲啦，像日本伫二次的世界大战了后。因证书啊，互美国咧管理啊，因学美国人学一项，就是因去推行即个学生领，所以因日本人的学生啊，小学的时阵，逐工去学校食中昼就一罐，因
食到即马拢无断，拢学美国人安尼做，所以即马日本人的学生啊，因的平均的关度拢赢咱台湾，咱台湾就爱去考当大人，食生冷就会使啊，是安那，就爱去考遮个，不管是中药、西药，啊可以当大人，足辛苦。这做爸母来讲，本来是一件做简单的代志。你头拄仔有问讲，咱有公明无？这公明就要看咱政府的帮助，因为咱即马头拄仔我讲着，咱即马学生囡仔比日本囡仔都较矮，问题就是这冷的每一个人伊食的量无够多啊。日本因食的量是咱至少2倍以上，所以政府也准会当去推广学生冷。因就有得销。就有得销啊！即马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大家拢会当和平竞争嘛。竞争啊，无要紧啊！即马是讲咱政府无甲推广。到迄个，所以是政策要改变。政策上好是会当改变，这对国民的健康是好事啊。但是啊，老师，咱这牧草，他早一开始就讲，咱牧草拢爱进口嘛。咱台湾这个条件有当好种牧草。台湾即马目前来讲，至少有一半拢是国产的。即马因为头拄你有讲稻米伊为着要做伊个政币的存粮，所以伊无法度讲一年拢爱规年通天拢爱种，有当时伊会小根，休耕去，休耕，伊休耕的这个时间，其实咱国内有咧生产，有咧种玉米，这玉米毋是互人咧食的，猪仔食的，互牛咧食，互牛咧食，伊规丛拢甲笃的。也着当去饲牛。噗噗的就会使。嘿，也像你要发角，有发角过，才至少会当保存半年还是一年时间。先互发家去。对。嘛牛嘛会当食。会当食，最爱食。所以其实食起来，因为牛，我是听真侪头家甲我讲，讲牛食啥物物件，伊出来恁的风味会无共款。无共款。有较好吗？还是讲？即无共款，家己爱个人有一个独家秘方安尼，所以人家问你。应该是伊食即个头拄仔讲，我讲也准家己种即个玉米，食即个玉米，伊迄个香味，参食进口草的味，拢会无共款。实在真正拢会无共款的味出来。当医师，你敢有知影讲，咱台湾有适合通好来降成本嘛吼？譬如讲，咱家己种牧草，我有知影讲有诶牧场有家己咧种牧草，但是量一看就知真细班啦，无啥好种啦。有啥物替代性诶物件通好牛食无？除了头仔讲迄番麦，牧草，家己种诶牧草吼，咱是希望讲吼，政府敢会当讲奖励讲释出一点土地面积。来提高我们牧草的那个自给率，国产牧草的自给率，卖讲吼完全拢讲进口的，你成本嘛会较低，土地的利用嘛更较有效率。所以讲起来拢是政策爱来调整的。但是你讲休耕的时阵种番麦，佫较济的所在，通来种牧草。种牧草需要什么土地条件吗？其实台湾。主要有2种嘛，一种是狼尾草，一种是盘古拉，这2种草伫台湾拢做好种的啊。这真够弹性嘛，是毋是安尼先摆？是无毋对啦，所以个拄啊，徐教授咧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讲日本的囡仔拢咧啉牛奶啊，长期啊，韩国嘛是安尼啊，但是咱台湾的是真少啦。这个牛奶内底钙质哦，足重要的，咱人的身体。咱内底身体差不多12%左右啊，钙质，骨头内底存足多哦。血液内底差不多的这个血钙差不多嘛喺12%左右啊。你会感觉讲骨头内底钙质若无够，囡仔要哪会大汉啦？这是牛奶啉无够嘛。第二，你又感觉讲老人不是老人，不是咧抽筋，行到半路就在抽筋，迄内底血钙无够。
就是钙质也是无够，所以哦，咱台湾人一定要补充这个钙质。咱讲一个数字，讲咱牛奶。台湾人其实啉鲜奶的这个趴数，还佫比其他国家差真济。足少足少。咱平均一人一年差不多23公斤的牛奶这个食量尔。啊，像美国头拄讲日本啊，日本至少是咱2倍以上。46。嘿，啊，美国是咱的10倍以上。哇，安尼你就公平啊！对啊。嘿，郭老板，哎，你就公平在望啊，不是先摆。啊，所以问题就是讲，咱的输农教育有落实无啦？其实你看，咱伊日本人哦，伫输农教育下，一囡仔就甲教，啊牛啊甲伊接触，甲即个土地，甲即个牛啊，甲牛奶的过程，因有因的文化咧。咱台湾今日伫上对一个上界俗，俗毋是叫做文化，所以咱台湾你会感觉讲，咱即马真一个土地哦，是嘛？做光电去啦吼。咱即马入去较农村，迄感觉成农村嘛？迄个农业文化渐渐啊降落去啊。农业的人当然叫工业体去，但是咱农业政策一定要维持基本的农业政策。你看日本人对牛奶啦、对肉啦、对猪骨啦，迄足重要的一个农业政策。咱台湾一定要加强，要呼吁政府在牛奶是一个健脾养心的。老人需要牛奶啊，等到80岁喙齿保袂落心，要用啉的。破病人嘛需要，啊，你若有一天四周围若拢去用安尼甲咱求的时阵，我们怎么办？人一定要有家己的粮食，啊，这个叫做健脾养心，国防粮食足重要。所以甲当作健脾的一部分。对。啊，但是我要对吼，我郭老板，我要对这罐来甲你问起，这罐吼。这号称吼，讲是小农精选的鲜奶啦，吼啊品牌咱就莫甲讲，936亩，72块，你有在调？你也讲实在，阮的部分无法度，无法度吼。因为这项大工抢伊的大工费用第一，佮第二个通路。吼，看啊个运输，这是全部一个一条龙的代志，这毋是讲啊，只我一个讲我要卖72就72，佮有72块，到底是毋是有法度维持正常的大概部分的营运？这我阿嘛歹讲。后呢，我倒摆来讲，如果若是加工厂，甲冷链拢伊家己投入生产，有通好降到72块无？以我的看法是有可能，啊，这我无法度代表。但是利润应该是足低的咯。因为个号称讲是小农嘛，所以我会当问这个问题，就是爱互观众朋友有一个概念。你咧比价的时阵毋那干那比介绍甲某，你就要知影讲伊是对倒来的，顶头是安怎写的，我要先就这个问题来请郭老板你甲咱讲。咱咧选购这个牛奶的时阵，爱看多几项。第一就是看鲜乳标章，这是咱谈看这啦，对。主席谈到我咧讲的，就是讲这就是一个量，敢有可能会人会掺物件，啊，这就是一个政府来把关的一个数量。就他当医师讲的，就是讲你饲偌侪牛，应该每天有偌侪的量。你袂当出了3倍的这个牛奶盘，对，是这个意思。这头一个是过来。你其实即样目前啊，如果有新的标章啊，你大家应该是看大家介意的口感。要安怎口感？对。啊，这就大家人会介意的，迄个拢无共啊，这就。我互你2分钟，互你推销你家己的，你安怎推销？你讲好，我推销家己啊吼。因为阮即摆阮的全年，即摆其实我介绍朋友哈，我嘛有着即个平均阮的全年乳品质、乳脂肪是4.0以上。按讲北海道的口感就头着这种口感。我第一届伫百货公司做形象是讲，有一个日本来讲，这那我含日本，你们遮像。你搁讲是，迄物件踮咧板顶头，敢有通写着？顶管写的其实是较保守的术语。嘿，我讲这是阮安尼。规年透当监测看看，阮的兽医里对。你讲迄个名乳脂肪，
哦，脂肪啦，脂肪，伊这每份100毫是9.4。你看爬数，爱看爬线度。3.几，应该是3.5。对，3.0。这是一般的标示，一般的标准。标示，嘿，啊，领导会稍是。是。啊，就要看这年脂肪。这是一个风味的因素之一啦。之一。嘿，啊，过像阮的体细胞数，阮就讨论20万以下。啊，这一般无咧写体细胞数。嘿，这无写伫点管。啊，有问题有即马的人民厂咧做，其实已经拢有要求，吼，这个品质如果按国产的鲜奶的这个部分有无？人民厂拢会开始要求，这个拢爱伫愈来愈好。像咱头讲的，外国来啥有当啊，伊的体细胞会较悬。啊，即马其实台湾的体细胞数即马拢控制伫30万以下。愈来愈搞市的意思啦。是，但是吼，先摆我要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吼。有人讲，小农较好啦，小农哦，单一目标吼，伊这大品牌，咱莫甲攻击啦吼，讲那大品牌吼，拢是这牧场 Q 来吼，啊悄悄的，因为每一间食的拢无一定共款嘛，吼，啊生出来的恁也无共款，所以爱悄混，吼，所以拢是混合的，敢若迄落，咱这10点以后会当讲酒啦吼，敢若威士忌共款啦。那新高末，就比这个给对的吼较好，敢安尼？其实，甲拄仔你谈起的问题就讲，即罐奶内底伊的蛋白质含量偌济，伊的脂肪含量偌济，这是第一咧。你诶，因为咱今日出钱去买一个物件食品，就是买个营养品嘛，营养品就是即个所在。蛋白质偌济，蛋白质是毋是伫3.5，还是脂肪是毋是伫3.84？哦，即个伊品质较悬咯。包括伊甲拄仔所讲的，虽然是内底无写讲体细胞数偌济啦，新鲜度这是伊的无形的价值，这就是甲你讲甲进口有无共嘛。那至于讲小农的，甲即个大公司，其实若要讲营养啦，内底营养。差唔正米啦，差唔正。但是呢，你也知影讲，小农有看伊特别强调啥物件？我是有动物福利的，对一只牛特别照顾动物福利的，我所食的水会经过什么款的这个过滤过，生产率，对，伊的这个生产的环境拢无共。我相信这咱的徐教授，伊专门在做这个动物福利的这个勘查啦，我相信这个拢是无形的价值啦。所以你消费者要买这个物件的时阵，我的附加价值是偌济？变做选价小，选价值。当然，这个价值偏价格较重要啦。你讲一个古董的物件，人咧讲3000万，甲平一块碗，30块，你要哪比？迄个就是价值完全无共。所以你爱当了解，让消费者，咱爱就讲熟农教育。重要就重要伫这个所在啦，你是不是有这个产销履历啦？有这个动物福利啦，这拢是伊的无形的价值。咱今仔日爱来甲消费者报告讲，这个价值倒是价值伫对。为什么因老农来都要用迄个徐梦松的船来哦，迄个蒙层来互牛仔困，用遐好的这个牛条来互牛仔困。伊的价值伫对，伊就较爱牛，无爱因查某囝。所以我相信这徐教授，伊这是伊的专家咧，伊的专长。我先互徐教授先补充一下就小农甲大品牌，因这个，我相信因去采购的时候嘛是去因为咱台湾拢是200只至500只之间的嘛伊嘛是去收嘛相信也差不偌济啦。到底有差无？应该安尼讲啦，阵小农，伊是家己1场还是2场，有当时是5场，做伙去出这个成能的产品。所以阵这个产品有问题，足紧就知影出来食。对，阵种较大的公司，因为收较侪间的这个农场的奶来，伊去工厂伊会去做
去做调整，啊调整出来风味拢差不多，啊伊有先调整过，伊有先检查过，所以较歹去找讲源头伫倒位。对，嘿。好，这是一个吼，老师你睇讲一个重点，调整是安怎叫做调整？啊，调整因为咱若阵有一种成冷，又或者无调整的成冷，即马外口嘛是有咧。有人咧漂示。有咧漂示讲。就因兜的就算做无调整。无调整的。啊，伊这调整主要是针对即个脂肪咧调整，因为即个脂肪啊，准咱的国家的标准，国家标准是讲啊，准备或者迄个成冷啊，准是咱或者全脂的，那成冷差不多3.25以上啊，但或者全脂的成冷。是。啊，所以伊即摆伫工厂内底先甲分开脂肪归脂肪，啊其他归其他，啊即摆再按即个比例，先抽出来，先分啊，搁按这个，对。哦，来这套。对。啊，安尼对，这个就等于是，这安尼对，你感觉你做是伊这个风味感有差别？零脂肪的多寡一定会影响到风味啦，吼。啊，毋过吼，咱生理的重点应该是放伫咧检验各项品质的检验的严格的程度。只要是台湾国产的生理吼，唔通讲每一罐啦，应该是每一滴啦，伊拢是经过做严格多项的检验标准的。所以讲，不管是大饮品厂，也是小农，咱的检验标准拢是同款的严苛。你不管是买大饮品厂，也是小农，你都会当啉到上安全的。会当信任啦。嘿。哦，只是讲你个人的价值。嘿。哦，那是个人的价值啦。哦，啊，像头早齐老师所讲的讲，啊，这就有当时你有出代志，啊，你就采工10几斤，啊，你就爱去逐条去测嘛。对。哦，但是到目前为止，因为透做伙，你嘛无法度讲每一罐拢讲哦，这罐这2斤来的，这一罐无法度嘛。对。哦，但这我要问先摆吼，那在你个人来看起来，咱台湾的这个趋势应该走向联合性的，还是讲小农独立，像郭老板安尼？其实，在即摆全世界的这个生产来讲是工业化啦，工业化就是讲吼，全部领收。但是你讲咱的特色就是咱真敢若 garden 共款的。无唔对啦吼。即就是讲，甲拄来讲企业化的生产，因为伊必须要紧，速度要紧，哦，安尼有才有伊的生产的经济价值。甲拄啊小农有小农的这个优势啦，哦，甲拄优势来讲，第一我区别了足清楚。我某人的牧场的领，我所做的品牌就是牧场的，这就是品牌负责任啦，哦，这就是咱咧讲的产销履历内底，伊强调的这个问题。我今仔日用你的冷，啊，你的品质、你的使用就是安尼，好，就是一个规格化。啊，这个风味就是固定规格化，唔是甲拄啊像讲的讲大型的，就是同一个味。哦，伊有伊小农有伊的价值伫的。哦，啊，你看全世界，包括你欧洲也好，你包括日本也好，这小农的这个小农经济是愈来愈发展哦。啊，唔是愈来愈无去哦。所以咱的趋势应该是让鼓励像郭老板的继续活落去啊。是啊，其实我感觉吼，大林面厂伊的优势啊，就是小农鲜乳无法度去拍破。这个速度，这个成本，吼，这拢是阮无法度去遇到的所在，伊的通路的部分。小农鲜乳是拍一个品牌啊，阮的理念。啊，伊有伊的价值啊，伊找认同价值的人来带来欣赏这支牛奶。啊，国产生奶伊拢其实这拢有一定的水准以上啊。我相信大家啉过，其实拢有一个水准以上。我想要尾吼，扣一分钟，你甲我简单回答一下吼。咱敢一定要爱冷藏的啉，才是营养风味什么各方面拢是，那无冷藏呢，敢有法度保持你小农的？这个品质，冷藏是保
较保证这个冷品的安全的部分，因为你其实你讲包酒，你也讲无小心破空，伊嘛是规个拢会细菌入开始。杀菌的这个，因为你保酒应该老师，这保酒要超过几度才会当做保酒？差不多拢要130度、140度以上。哦，所以就一定无法度来克服这个温送的问题。无法度。所以小农有这个关卡在卡掉的。对。但是如果是几个区域，敢若迄落，比如讲恁南部的、中部的、台北的、北部的，在联名，来做，敢有可能性？像迄个讲医师因咧创的这种，